2000年後的詮釋，《道德經》，老子的環保生態學。今天，帶大家時空穿越2500年前的春秋時代，去拜訪一位中國歷史上最神秘也最深邃的思想家。他就是老子，道家學派的創始人。在今天這個時代回望過去，他亦可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生態哲學家。我們站在21世紀的環境危機面前，讀老子的《道德經》，會震驚地發現，這分明是一部寫給全人類的地球生存指南。老子用他極致的智慧，早在2000多年前，就預判了人與自然關係破裂的後果，並為我們埋下了拯救的種子。老子思想的核心，可以濃縮為這4句振聾發聵的箴言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這句話構建了中國人最早的宇宙觀。老子告訴我們，人要效法大地，大地效法上天，上天效法大道，而這一切，最終都要順應自然本來的樣子，如中華文化強調的天人合一，保護環境實為重要考量。砍倒一棵樹，污染一條河，看似是局部的破壞，實則是打破了整體的充氣之和。這種系統性的思維，比西方的生態系統理論早了2000多年。老子的思想，深深塑造了中華文化的靈魂，那就是天人合一。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裏，山川草木都是有靈性的道友，而不是冷冰冰的資源。中國古建築講究依山傍水，我們講究不為農時，這都是老子智慧的延續。他教會了中華民族一種邊界感，懂得在索取與回饋之間尋找平衡。這就是中國文化中最高級的審美與智慧。看看現在的地球，極端氣候冰川融化，老子早就警告過我們，強梁者不得其死。意思是說，違背自然規律，會影響其延續性。又例如，我們攔河築壩，過度開採，這些人類的有為，在老子看來，恰恰是導致毀滅的妄為。大自然現在的反噬，正是對人類傲慢的懲罰。面對危機，老子開出了第一劑藥方，無為。在環保實踐中，無為不是躺平，而是不亂作為。比如我們設立自然保護區，實行休漁期，這就是無為。停止人類的干預，把時間和空間還給大自然，讓生態系統自我修復，這就是最高明的治理。第二劑藥方，治的是人心，知足。老子說，禍莫大於不知足。環境問題的根源，是人類無限的慾望。現在流行的極簡主義、斷捨離，其實就是老子思想的現代版本。拒絕快速時裝，減少一次性用品，不被消費主義裹挾。當我們學會知足，地球的負擔就會減輕。這不僅是環保，更是一種高貴的生活美學。老子說，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。江海因為甘願處在低處，所以能容納百川。人類要想在地球上持續發展，就必須學會善下，放下萬物之靈的身段，謙卑地向大自然學習。老子的思想，不是故紙堆裏的灰塵，它是此刻我們手中最鋒利的思想武器，是用來對抗氣候變遷、修復地球創傷的終極智慧。老子教導我們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它是古代的，但它更是現代的，甚至是未來的。讓我們從今天開始，重拾那份對天地的敬畏，將道法自然刻在心裏，行在腳下，讓中華文化的智慧，成為點亮地球綠色未來的明燈。